好多打工仔都鍾意收工飲返兩杯 relax 下，但係芸芸嘅酒吧之中，究竟要點樣先可以突圍而出，吸引到更多客人呢？呢一間酒吧就選擇咗行創新嘅路線，結合咗手工啤酒同魔術元素。除咗每星期會更新唔同嘅酒類，喺夜晚更會搖身一變成為魔術表演同 live music 嘅場地。每星期有2至3晚，酒吧會邀請專業魔術師到每張台表演近距離魔術，輪流同客人互動，氣氛真係超正啊！英倫風嘅裝修，營造出一種舒適、溫暖又帶啲型格嘅氛圍，啱晒成班 friend 去盡情打卡。介紹得俾你哋又點會咁簡單呢？呢度嘅餐單亦都充滿驚喜，有唔少創新嘅 fusion 菜式添啊！招牌麻婆 mac and cheese 將芝士通心粉同麻婆豆腐結合起嚟，混合花椒油同辣椒油作為調味。記住趁熱嘅時候撈勻，同時食到香濃嘅芝士味同麻香，口感同味道都充滿層次。呢個自家油封鴨腿配手打薯蓉，真係落足心機啊！鴨腿經過醃製過夜，同埋慢煮6個鐘後再煎香，食落皮脆肉嫩，加上秘製杜松子、香草等等嘅香料同埋醬汁，令味道升級。而鮮牛油果蟹肉酸忌廉意粉，用上新鮮嘅牛油果，配搭酸忌廉醬，每一條意粉都掛上牛油果醬同埋鮮甜多汁嘅蟹肉，味道清新，完全唔會覺得油膩。呢杯咁有特色嘅酒，原來係青檸蝶豆花蜂蜜酒，佢嘅甜味較重，好易入口，推介俾平時少飲酒嘅朋友啊！呢一款薯條亦都好特別㗎，因為配搭咗3款充滿港式風味嘅醬汁，腐乳醬微辣帶鹹香，腸粉醬就係芝麻醬加甜醬，建議喺點之前撈勻，而燒鵝醬就係蘇梅醬，酸酸甜甜咁。仲有另一款必食嘅花椒麻辣雞軟骨，脆卜卜嘅雞軟骨加上花椒嘅味蕾衝擊，係送酒一流嘅小食。配搭埋呢一杯帶有果香嘅柚子小麥啤，飲落好 fresh， 口感亦非常順滑，解辣一流。估唔到喺一間餐廳入面會有齊音樂、魔術表演、手工啤酒同埋 fusion 菜咁多種元素。唔講咁多啦，準備收工去飲返2杯先。